面糠面疙瘩，配备搓碎新宝蕊，是藏人美味的面食。人面苍妹黏土手巧，全家可以一起做。荏芡材料：芍实、面粉、茶、盐、薑粒、洋葱、薏芃、花椒、西边、辣椒、荏芡、姜、国素、蒜瓣、朗下、牛肉、卓玛柱、番茄、莴菜、青菜、葱、鲜嫩、沙拉油、鲜嫩、酱油。手档做法：汤煲内约切给囊了搓细下狗蕊。首先，在容器里放入面粉，搓细给囊了插袋子下呢，点手嫩起蕊。在面粉中加少许盐的话，能增加弹性。田内手卡勒入内，煮当狗蕊。接着慢慢倒入水，充分搅拌。拉贝子内搓细控布手狗蕊，用手揉捏，使面粉成团。搓爆起囊啦，鲜嫩袋子入狗蕊。在面团中拌入少许沙拉油。搓爆进钵子内，揪成末囊啦下狗蕊。将面团揉成长条状，放在冷水中。取囊啦格尔玛中啊下那，搓爆将钵切给蕊。放在水里15分钟的话，会让面团变柔软。荏芡苍妈扯记切狗蕊。将材料全部准备好。田内空妹囊啦嫩插菠萝切内，饮起棕榈、薏芃、西边、荏芡汤果素5狗蕊。然后锅内油烧热，依序炒香洋葱、花椒、辣椒、姜与蒜瓣。让下糖卓玛柱下内黏土5狗蕊。加入牛肉与番茄。一起拌炒。空妹囊啦手入内，开碗切狗蕊。锅内倒入水煮滚。拉贝搓爆冲天内黏土龟狗蕊。用手将面团撕成小片，一起烹煮。插糖鲜嫩袋子入内，搓挖新菠萝手狗蕊。加入少许盐与酱油调味。他们莴菜糖棕树袋子下那直送。最后放入青菜以及少许葱花即可。背行包肚，十分美味。血辣却囊弱，请用餐。